喺香港，快節奏裹挾一切，人情疏離成咗常態，市場風波不斷，錢放邊度先至安全呢？動盪市場裏面，豐德俾到你係穩穩的安樂。之前呢，我喺香港冇體驗過呢類服務，咁錢一般放喺銀行，得一啲利息嘅收益，而且學唔到啲乜嘢。第一次開通咗私人定製之後，享受咗佢哋嘅服務之後，從實戰同方法兩方面令我學到唔少嘢。咁最初我係睇到呢個 app 廣告添加過嚟嘅，咁覺得呢個 app 好專業，就嘗試住添加服務顧問啦。咁觀察一段時間之後呢，服務顧問超級貼心，咁每日都會同我分享市場動態，對我非常之有幫助。喺快節奏嘅香港，豐德始終堅守貼心陪伴，全程跟進。加入嚟之後，都有大咖為我進行私人定製，咁糾正我過去投資中嘅一啲錯誤方法同理論，咁知道我傾向穩健投資，傳授咗我穩健型嘅投資方法。咁呢啲都係喺另一間證券行都冇體驗過㗎。譬如佢哋每個月會有一啲投資嘅報告啊、研究報告俾到我啦。咁所以透過每個月佢哋嘅分析師同埋呢度嘅客戶經理俾到嘅一啲意見呢，就幫咗我去好好咁去篩選一啲唔同嘅資產。咁所以就做到比較好嘅回報咯，亦都比較滿意佢哋嘅服務。給 Daniel 老師點讚。跟着你這樣專業的老師操作真的太棒了，真牛，老師太有實力了。希望老師們一路教導及帶領，令豐德及學員獲益良多。希望聽了老師的課程能開啟我們的思路，讚讚讚！專業教學加實戰落地，真正教識你投資方法。大咖有案例教學，跟住大咖學習呢，我掌握到各種技術指標應該點睇，咁將呢啲方法運用到我自己嘅投資中。咁多受益個股教學都有完整嘅跟蹤講解，咁服務顧問同大咖會貼心咁提醒同教學，令我感覺佢哋好專業。早晨老師，我今日煲咗呢個1萬股。追回晒所有虧損，現在仲有盈利4萬，我已經超級心意足，正110%，賺咗之前虧空啦。專業與陪伴兼備，實力與貼心並存，咁樣值得信賴嘅公司真實存在嗎？我明白大家嘅顧慮，當初我都覺得係一個騙局。咁以我親身經歷話俾大家知，我覺得呢個團隊非常專業，服務顧問同大咖都非常有細心、耐心，對我嘅幫助非常之大。大家其實可以都試下嘅。從言語中真心感受到你對我的肉緊。你們團隊 very good， 而你對工作又非常負責，十分欣賞你們各人的工作態度。太給力了！豐德是所有券商中做服務最好的一家。躬身親歷，方知匠心所在。豐德俾到你唔一樣嘅交易體驗。咁服務非常之唔錯啦，所以準備試下升級服務。已經過咗100萬的了，剛剛轉了100萬，應該夠了。現在80多萬了，你去幫我升級一下。多謝你們團隊，我目標升多1級會值。專業嘅事情交俾專業嘅人做。感謝老師當頭棒喝，順勢而為，不要逆水行舟。今天真的有啲Sir說的爽快感受。From clients and for clients. Clients always come first. 豐德證券讓每一位會員客戶都有專屬服務顧問。